乡亲到早，欢迎收看今仔日8月11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一项不幸的消息，这是新北市的三峡，今日半暝2点左右，一栋6层楼高的人家厝发生严重的火烧厝，消防局赶紧出动120个消防人员去拍火，虽然火20分钟就受控制，也毋过防救出来的7个人内底有6个人到病院进前就已经无心跳。我们到达的时候啊，在客厅的那个位置已经有火焰窜出。那现场在室内的房间各处总共救出有7名民众4男3女分别送往亚东双和等各家医院进行救治。防救出来的7人内底有6个人乌卡，到病院进前无心跳。厝内是带一对翁仔某、3个囡仔，甲1个外劳，也有一个目前昏迷是囡仔的阿舅。因为厝内当有是大过往，所以伫客厅有放灵堂。消防人员是研判讲，应该是厅的先导火，伫房间内的人才会无法度走出来。因为送病院的时嘛发现讲，死者拢是遭到死亡，毋是小死的。详细原因还阁等调查确认。新北市长侯友宜今日透早5点多，嘛有去现场了解状况。来关心婚林斗六的婚林路2段，昨昏发生大路规个凹落的状况。因为挖进婚林溪上大的凹凹有2公尺深，惊危险，所以目前大路已经封起来，袂使过。修理大约要7天的时间。婚林斗六支婚林路2段6巷，吹着暗有一段路的路面凹落去，边仔就是婚林溪的爆花，爆花边仔也有大雨。电话条拢厝歪去，台电赶紧断电。等电话条换好正了，才会上电。电线杆本来是直的嘛，然后现在已经倾斜，然后这边裂开，从这里这个点裂到这个点，那刚来这个已经开了。婚林县水利处讲，凹落去的这段路拄好伫咧做婚林溪杂流工程，工程就这边线，可能是地基被削甲空去，路才会凹落去，面积差不多36平方公尺。云林溪的截流，这个就下面。下面有管路，其实在进行，就是为了不影响交通，所以都在管下面进行。可能是因为这里施工的关系，这污水处理管线的那个大涵洞施工，然后连日下雨嘛，然后土壤潮湿，然后冲刷瘫软了哈，瘫软结果下陷。因为路拄好挖婚林溪，上修较困难，无法度随修好，所以提醒民众换别条路行。记者综合报道。那高雄桃园民霸去路桥，初7的时候大水冲断去，造成山区内底有3个里对外交通嘛断去。市府是宣布讲今仔日同款是停班停课。目前内底敢若会当靠直升机送物资入去。高雄市长陈其迈嘛有坐直升机入去了解状况。但是要去便桥，上紧嘛要2礼拜，佫需要一寡时间。空军总队出动2台直升机，车早下晡3点，在市长陈其迈甲大批物资为小港机场起飞，前往高雄桃园的复兴里。不过天气无稳定，直升机捌飞航。第2届总算顺利到位，解决掉复兴、拉夫兰甲梅山3个里物资欠缺的问题。我们这小孩子双胞胎没有奶粉吃了，一直哭啊！等下不够了，糖尿病的药不够了。桃园区的民霸客路桥初7因为漏水溪冲毁，致使到复兴顶3个里连外交通中断。这几天靠到空勤总队运送物资，佮协助紧急就医。灾区即马拄好是金峰山采收季，也无法度将水果送出去，基本是希望赶紧开通临时道路。有一条废弃的农路，这次的好大雨它没有受损，顺着那个地方这样子开上去，刚好开到那个桥头，那这样子连接起来，成为一个暂时性的便道啦。因为民霸客路桥附近溪床墩15公尺悬，评估都要开16至20天大便桥抢通。不过居民是讲袂付气啊。公路总局下晡再一次勘查，佮表示，这个无路用的农路顶悬有原住民私有农地，而且预估时间会搁较久，无法度实行，会依照原本便道的规划，趁好天赶紧时间。学者建议以后重建长桥的时阵，要考虑到桥脚的通水面积。我们会在我们原本的道路的外侧，因为那边它的质地现在比较稍微坚硬一点，我们会打一个便道来衔接回来到我们目前的一个钢便桥的一个位置，长跨区让它通水断面呢加大而不是说中间再做一个桥墩然后这样的话呢，它整个通水的这个断面的话会减少很多。
极端气候带来超大水库，致使到山区受损严重。或者是讲中期便桥嘛，都爱设置水土保持设施，将大粒石头留伫水头，敢若早早涂刷，安尼才有机会减少溢流对桥的影响，设置比较较安全的桥面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做回关心天气，今仔日的天气甲昨昏差不多，咱来看云图。今仔日雨是比前几天较点啊，也毋过受南方云系影响，中南部嘛是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东半部有局部大雨，其他的所在偏乌、金门、马祖是侪云到好天。过到了后爱细致西北雨，尤其伫大台北地区甲山区，高有短时间的强降雨。温度的方面，今仔日的高温大约是31度至34度，中昼的时会较暗有热。明仔开始，西南风的影响又会增强，加上最近连续咧落雨，山区的土石拢较松软，乡亲挖进山区一定爱细致。大水雨落几若天啊，山区出现灾情，亲像屏东的三地门对外的车路就绑起，30多个民众调伫山区已经调4天啊。另外，高雄的六股虽讲山区的雨水已经停啊，也毋过饮水的水疙瘩有诶拢也未退，国军有派卡手去斗3天，希望早一日恢复正常。长城一街山路出现2层楼悬的断崖，热心的民众派着第一物资的篮，靠着手一步一步爬起来。今日大雨致使屏东6道路绑起，屏东山地门的大厦村有30多人未付撤离，吊伫山顶已经4天。太紧急了，他们没有办法逃难，所以他们目前有30几位留在原乡。那目前是没有电，也没有物资。因为道路崩了严重，修路估计至少要1个月。公所加乡大车到下昼探雨亭，赶紧先送物资去哩。公所也将赶工设便道，予村民通行。连日大雨，予南部山区受灾严重。高雄6区一号面过前2天，也有水泵山踢到大门口。上面比较陡一点，所以就一直往下冲。这边开始缓了，平缓了，就开始积在这个地方。真不简单，找10好天啊！国军透早也就山协助居民整理家园，也毋过6区也有不少民家积水无退，民众登去看到规土块积水，毋知为倒位整理，艰苦甲流目屎。看到水啊大，再来甲按条水过去断遐。我早才过来清尔，规个毋知要清几工的啦。土石侵入民宅的部分，这可能这跟那个法令就有关系的啦，因为它牵扯到私人土地。公部门又没有办法去帮他们救助什么？这是800洪灾了后山区受灾上严重的一摆。6区新法律里长表示，目前省道抢修复原进度大约70成，国军早起以省道清理为主要任务，中央甲地方共同投入救灾清理行列，要让民众赶紧恢复正常生活。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东京奥运赛果，咱台湾队创下有史以来上好的成绩。若头一天选手出发的时坐经济舱，官员却坐商务舱，引起争议。体育署长张小喜第一时间有回信咧，嘛讲伊会请辞。昨伊是发出声明，讲伊对日本倒来啊，等于期间隔离煞，就会离开体育署长这个职务，转去大学教册。中华队伫这届东京奥运摕到2金4银6铜的好成绩。伫最后一批选手甲代表团的成员倒来了，体育署长张孝喜昨日暗发声明，讲会按照原本的计划，为选手伫咧东京奥运完成最后一里路隔离煞了，会是体育署长登去台湾师大教书。本来我就有交代他们要换成经济舱，我们应该跟选手做同样的感受，旅途又很近所以我想，经济舱或商务舱都没有关系。伫7月19日，当阵要去东京参加奥运的时阵，所有选手拢坐经济舱。和教育部长潘文忠去年答应讲要和中华队所有选手甲教练拢坐商务舱的承诺跳票。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甲教育部长潘文忠也拢向选手道歉。张小喜也讲会细节。过去总统跟院长都有指示，还有部长都指示我们一定要让选手要照顾选手，所以只要大的比赛我们出国能够包到大型的飞机，我们都一定让选手能够做商务舱，这是一定的。确实思虑不周，在这里我要和体育署张署长来向所有奥运代表团的国手致上最大的一个致歉。对外界一个团讲，张小喜发动体育界联署，希望会当留任署长的职务。伊讲这是不实的指控，因为关系到个人的名誉，希望好重新拢奉献给体育界的老兵一个上基本的尊严。张小喜正正是军级国手，
去年5月自第四代就调到体育署进前，捌做过7年的学务长。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立陶宛的政府同意甲咱台湾互相设代表处，互中国是真火大。不过欧盟即马是支持立陶宛，强调因无认为伫台湾设代表处，也是互台湾去设代表处，有违反欧盟的一个中国的原则。来看联合报，联合国的气候变迁小组进前有发表重要的报告，面对全世界平均的温度要压关1.5度这个威胁，咱台湾的气候变迁科学团队依照这份报告，伫昨昏嘛发表台湾版的气候变迁报告，讲未来咱台湾会大的所在愈大，淡的愈淡，影响咱台湾的风台会变少，也佮强度会增强，而且佮较害的状况是，上紧伫2060年，也就是40年后，咱台湾可能就无寒天。来看中国时报，受西南气流的影响，中南部进前落大雨，落出灾情。根据农委会上新的统计，咱全台湾农业损失已经超过4亿4千万。中华菜类的介绍，连续7个交易日拢是起价。昨昏大台北的菜色挂价每公斤是48.6，嘛创下今年的新高。菜贩仔写条高丽菜上外口一个乌去的叶仔，重新搁摕来卖。连日受到大雨影响，青菜都算卖相无好，犹原是贵甲惊人。大台北果菜市场，青菜大卖价一路为8月初1每公斤34块8，初3 41块，初5 43块2，到初10 48块7，也到今年上悬。欢迎，未少人客根本就买不落手。对呀，买不下手。像高丽菜最近一粒买落来，卡要着就100-200块。有水饺店烦恼加卖加了，决定归去报较少的。就像高丽菜就25，现在到就像我们做生意的，我们拿的就几乎60。香瓜浸伫水内，原本也剩10天就会当收成，即马农民只会当申请补助。瓜仔是嘛共款，知影钱甲遐迄落摕摕嘛就大啦。安尼有够你的成本无？啊，够你的成本无？哪讲够，一定无够的啊！啊，无拢算的，个遐讲的，看伊迄落啦，卖损失是加收大啦，收了2-3万啦。全台整体鱼跳农损已经超过4亿，其中农作物占3.29亿。将5大受损作物时，木瓜、土豆、经营、红莲果、菜瓜。行政院长苏贞昌连续2天拢前往中南部勘灾，只是农委会简化勘灾程序，互农民量早领到天灾现金补助。就是简化，就是较紧的，就是较宽的，伫区域内以科技计算。就毋免搁遐个勘查再复检，拢免啊。也毋过农民反映，农损补助也可能无够成本，毋望地主会当直接减少租金，才会当降低农民负担。记者综合报道。疫情的消息，咱来关心，咱国内昨昏新增加3个本土病例，也有5个大病入境的案例，佮有1个人死亡。这3个本土病例拢伫新北市。另外，针对预防车保护力的问题，美国即马有研究是表示讲，莫德纳预防车对抗 Delta 变种病毒的效果比 BNT 的预防车也搁较好。咱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讲，有做一定有保护，无论做倒一款预防车，拢一定有保护力。那预防车无够这个问题，指挥中心嘛表示讲，已经做过头1档的人，政府拢有保留第2档，所以大家唔免烦恼。国内新冠本土疫情，初10拜2新增加3个本土病例，拢是新北市，佮新增加1个死亡个案。今天大概是相关的县市别最少的一次了哈。那案件也渐渐也是越来越少，那关联也能够及时的掌握哈。那疫情在目前来讲，应该是控制的还不错。另外，也新增加5例境外移入确诊，其中有2个人伫美国已经注完2剂辉瑞 BNT 疫苗，属有突破性感染。按15900是有在6月9号、7月1号都有在美国接种了2剂的辉瑞疫苗。按15901，它是有在6月12跟7月9号分别接种了1剂的，也是辉瑞 BNT 疫苗。针对美国最新的研究报告指出，莫德纳对英国变异株阿尔法的保护力是86%，不过拄到印度 Delta 变异株就落甲剩76%， BNT 是为76%落甲剩42%。对这代志，指挥中心是讲，无论是做倒一种疫苗，拢有一定的保护效果。
第一次我们有看到，就是说莫德纳在应付 Delta 这件事情上面有优于 BNT， 我们会再看有没有其他国家的相关研究来做一些佐证。另外，国内疫苗库存量正悬，国家上指挥中心现阶段要增加第一剂疫苗注射率。外界是烦恼第二剂是不是无通注？对这陈时中是讲，已经做完第一剂疫苗的第二剂一定会保留。更多的人即使能够达到第一剂，整体的一个人口的覆盖率能够提高，为我们的首要目标。然后第二个，再让保障，让第二剂应该要施打的，那我们的相关的这些量，我们会予以保留。陈时中讲，目前唔拿美国疫情严重，英国、西班牙这欧洲国家也拢受到变异株的影响。台湾早就已经对入境的人采取高强度管制，搁保留部分集中检疫所来应应未来可能的疫情，所以暂时未调整边境检疫。记者综合报道。昨在本土病例拢是伫新北市，若新北市的永和某一个里，2礼拜来有出现3例。新北市政府唔敢大意，赶紧去设台检站。若台北市伫昨昏是无半个病例，副市长黄珊珊是爱笑讲，伊之前嘛答应讲清零伊对跳舞，即马真正爱跳啊！从5月份爆出本土疫情以来，过103天了后，台北市初十头一届本土零确诊，敢若有3个带病入境的个案，有的是去法国探亲，有的是去美国做疫苗。伫中央公布零确诊进前，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时常伫人面册，甲大家宣布这个好消息。今天清零，我很开心的是，因为我答应他们说，如果有一天的个案数字是0的话，我就跳舞给他们看。所以主要是要帮我们这些同仁打气。我们也希望说，高兴一天就好。我们花1个多月的时间，然后真的做到了我们第一阶段的小小的目标，但是不能松懈，还是要战战兢兢。台北市顶一届零确诊是伫4月28，也就是本土疫情爆发进前。黄珊珊嘛强调讲，上关键的原因是因为市民有配合，也若欢喜一天就好。因为社区内底可能还佫有稳定的传播链。市府嘛公布2个确诊者的行踪，暗号永5 891，伫初5到初6有去天母甲北投食饭，也若暗号永5 892，伫初4去国联大饭店大暝。另外，新北市初十新增加3个本土病例，2个是新增加的个案，一个是居家隔离阴性转阳性。针对永和某一个里传出最近2礼拜有3个人确诊，新北市出动机动台检队，按算到12进前，会伫仁爱公园活动中心甲民众做台检。我们筛检的人数是筛检了317人，又找到一个阳性的确诊案例出来，阻断隐形传播链。我们还是希望在这个区域的市民朋友都能够踊跃出来筛检。唔但爱阻挡社区内底稳定的传播链，嘛爱严格防范Delta印度变种病毒。校友义强调讲，从7月初1以来，带病入境的拢总有23例，其中有4例就是去挖到Delta病毒。新北市会加强防疫旅馆的管理甲消毒，伫入去大进前，所有炸的物件拢爱消毒。退房了后，房间会静置1天了后才去消毒。若是有确诊的案例，就静置3天了后才消毒。希望会当彻底阻挡病毒外传。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疫情豆豆稳定，玉山的主峰甲西峰即马嘛对外开放，不过人数限制一天，敢若会使有60个人尔，而且是规定讲一定爱东港来回，袂使过暝。有关处初10起也开放部分生态保护区内的登山活动，包括4条登山路线开放单攻，在处营地也拢将开放，不过山屋也是无开放。另外，单攻特地重量管制开放60人。山屋主要是它仍然是一个密切接触，然后密度高的空间，所以目前山屋还是维持是没有开放的。很多人都是他可能就是准备功夫只有做一半，然后就想要去申请，可能灯坏了之类的吧，要让他一天要走20几公里的山路这样上下坡，其实对他们来讲是很大的负担。有关处表示，像上受欢迎的玉山主峰甲西峰登记了后，要爱抽签决定，未少日期已经满啦。不过自签向导真回，目前只开放单攻，新手可能伫无准备周全的情况之下，就上山，也增加意外几率。呼吁山友除了做好防疫，也爱做好体能甲入山前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阿里山的火车从8月70早开始嘛恢复营运，不过火车是对家己火车头驶到本期乌尔，而且一天敢若有一抓限制108个人。
要去阿里山的游客，在时啊就来到家己火车头买一个阿里山火车，开放第一天就坐着车，游客是真欢喜。很开心啊！只要天气好，能够搭上火车，然后行程可以顺利，都很开心。阿里山年夜铁路因为疫情的关系，为5月18暂停营运到8月9号恢复营运。第一天伫家己火车站就有26位游客买票坐车。本线嘉义到十字路区间，目前只行驶到奋起湖车站，而且沿途只会停靠嘉义、北门、竹崎、焦丽坪及奋起湖等5个有派驻站务人员的车站，以控管人流。除了为家己驶去阿里山的火车有开放，伫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内底3条火车支线，有限制坐车人数，临时文资处呼吁相关的防疫规定，请游客嘛是爱配合。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国际上要紧，做伙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例，死亡人数嘛超过431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8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5798例。中国病例有93000多例，香港超过12000例，伫日本是超过105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及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600万例，印度超过3100万例，巴西是超过2000万例。伫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614万例，伫法国是超过640万例。受Delta变种病毒的影响，国际上的疫情佫无平静啊。为着要鼓励民众量早去注意防射，美国即马有公布一份调查，讲因对确定病例内底有发现讲，有做过2档预防射的人，就算确诊，镜头嘛是轻轻啊，唔免住院嘛袂变重症。卫生部职员访问徛家，一间确认的民众是毋是做过疫苗？受到Delta变种病毒疫情伫全球拖，真侪民众质疑疫苗对抗疫情的效果。美国 CDC 疾病控制甲预防中心公布数据，到8月7日为止，完整做疫苗的16400万人内底，确诊死亡人数是1507个人，离断医的人有7101人，等于是99.99%做完整疫苗的民众，就算确诊了后，病情嘛袂严重到要断医，也是变成重症。And we want freedom for everyone to live without even to think about the COVID virus. And we know that there is only one path to that freedom, and that is through more Washingtonians getting this safe, effective, successful vaccine. 只是伫疫苗供应有关分配无平均。英国媒体《卫报》报道，年底之前，英国囤的疫苗会达到2亿1000万剂，超过需要的数量。部分业店阁正做临时注射中心，但过实际上，英国做疫苗的比例已经超过80%，造成注射中心换班号数拢比注射的人阁较济。For me, it's quite unusual, but it's really nice because it's a place that I guess I have been like 3 or 4 times partying here. 因为英国唔愿放弃疫苗的专利，所以有愈来愈大的压力，要采取更较侪措施，帮助剩下国家摕到更较侪疫苗。不过，英国存的疫苗会当互疫苗剩下的10个国家，差不多2亿1100万人注射。严格面对各种变种病毒，外界嘛质疑，原始疫苗的配方是毋是爱调整？已经生产运送超过10亿剂疫苗的德国 BioNTech 公司认为，目前疫苗伫应对各种变种病毒有关有效，暂时无需要调整。其实疫情严重的国家南韩，因为政府订买莫德纳疫苗，表示药厂合作的实验室问题，8月只会当供应合约的一半数量，互南韩政府为此向民众说明回事的，而且承诺会尽力调动全国会当用的疫苗，增加疫苗的注射比例。国际新闻台是董炳益。来关心澳洲的雪梨，目前也咧封城，也毋过敢若是重灾区的实施有较严格尔，其他所在是限啊，规定罔规定拢是零零啊，就出现有人走去佚佗，有人去取影，一种规定2款标准。澳洲雪梨当地封城，西部疫情严重的灾区，道路冷冷清清，拢无半人，佮出动军警加强巡逻，此题违规出外民众。不过，城市另外一名东部的邦迪海堡，雪梨上界有钱的社区之一，冲影的冲影，散步的散步，也有人伫咧慢行，也有人无用使用健身器材。同款是伫封城，不过做法煞无共。So basically double standards. One rule applies for the west, one rule applies for the east, another rule applies for the north.
虽然说的名义上全面封城，不过城内适用标准无同，种种上多元的西区是疫情上严重、防疫上严的所在，禁止离开厝内附近，也不准做面对面接触的工作。若是行出户外，也必须爱挂喙罨。其他的地区是比较有较灵，户外唔免强制挂喙罨，甚至学校也渐渐开放。一城两制是一个真残忍的现实。I feel sorry for those people. Because like we are lucky to be here, close to the beach, close to the park, and be able to go for deep on the water, and they are stuck in the apartments. Let's face it, they failed us. They failed Southwest Sydney. They failed the people. 邻国的纽西兰是靠强硬封城、关掉国门这个方法，成功阻挡本土感染，得到全球的侮辱。不过当时因为也面临劳工欠缺，致使着生产成本真悬，产量下降的经济压力。找到有1500个造产师罢工活动，抗议劳力不足，致使着工时伤悬。为了避免通货膨胀，总理阿尔登一定12宣布开放边境计划，不过强调一切拢爱谨慎。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那英国昨昏是新增加146个死亡的案例，这是从3月份以来新高。新的确定病例毛近23500多例，这是比顶礼拜有略略增加。加在全英国目前已经有超过3/4的大人已经完整做过2档预防射。英国卫生大臣贾维德最早去访视米尔顿凯斯恩一间病院。伫迄天，英国通报过去24点钟久新增加死亡146例，是3月12以来新高。主要是顶个月疫情欠悬，迄当阵感染的病人，至即马有一寡不幸死亡。伫过去一礼拜，622人感染死亡，比前一礼拜增加14.8%。甲一个月前，也就是7月初10通报的一天34人死亡，会让看做死亡数增加真多。另外，英国有超过3/4的成年人做过2剂预防射。We'll be reaching a new milestone today, where we've already got some 90% of the population with 1 jab, but we will today be reaching a milestone of 75% of adults would have had 2 jabs, and this is so important in building that vaccine wall of defence. 政府计划自9月开始提供上容易危险的族群做第3剂预防射，50岁以上的人做的时阵，会当顺续做流感疫苗。We are waiting for the final advice from the JCVI. When we get that advice, we will be able to start the booster program, but I anticipate it will begin in early September. 伫最近几礼拜，平均的每天新增加确诊数较降落，不过初10即天的统计数字，甲7天前的平均确诊数比增加超过7%。但是因为自感染到发病甚至死亡要一段时间，所以即卖死亡数字还阁无准。伫进前8有7讲，若是疫情无控制好，恐惊会出现一天新增加确诊超过10万例大爆发，当局也严密伫咧监控。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来关心美国甲南韩各要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的小妹金宇正就发表声明警告讲，这是美国为着要入侵北韩所做准备，嘛强调北韩会先做出攻击来回应。当年热天拢是美韩联合军演的时期，平壤当局也会按照惯例发表声明，批评美韩联军又要破坏半岛和平，为入侵北韩做准备。过去几年，因为美国甲两韩三角关系看起来像有突破，加上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演习规模也救水。也毋过大抵注意的是，即摆北韩的官方声明是由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署名，显示。金宇正虽然实质上只是朝鲜劳动党组织指导部副部长甲宣传煽动部副部长，这2个职务伫党核心的排名也只不过是第21名。不过声明结尾指出是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授权发表，显示金宇正伫北韩党政机构内的地位。美联社分析指出，声明虽然代表金正恩本人的意思，内容强调北韩将以强化先制攻击能力来回应韩国甲美国的联合军演，敢是代表北韩将恢复就这大飞弹 ICBM 的试射受到外界的关注。另外，韩国将在明年3月举行总统大选，为今年的地方选举来看，对北韩相对友好共同民主党伫少年族群这个传统票源，拢落后予强硬的国民力量党。平壤当局声明的用意有待观察。公司新闻齐家真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新加坡本土疫情稳定，从今日开始，因为放宽防疫措施，已经有完整做过2档预防射的人，甲还未注射的人，防疫规定会无同款。
已经注册的人会使伫餐厅做伙食饭，嘛会使去参加较大型的表演，也是宗教活动。来关心日本已经连续8天高一个确定病例，拢超过1万例。政府提供予民众住的预防车，因日本敢若是提供辉瑞甲莫德纳这2款预防车，也毋过因为真正欠配欠到真食力。疫情较严重的所在，亲像是东京也是台版有6个所在，即马决定要加入住 AG 的预防车。来关心美国的联邦参议院今日通过总金额1条2000亿美金的加强基础建设现代化的法案。这项法案若是伫众议院嘛过关，算是拜登政府的一大胜利。拜登嘛形容这是历史性的法案。做伙关心疫情，来关心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数。昨昏咱的本土病例有新增加3例，目前咱台湾的本土病例计共14446例。咱来看伫各县市的分布。目前咱台湾的病例数超过4000例，县市有新北市有6841例。台北市有4829例，超过200例以上的县市，伫桃园是792例，苗栗549例，嘉南314例，彰化有273例，台中有207例，昨昏有1个死亡的个案。目前咱全台湾的本土病例加上境外病例，计共15798例，本土病例部分是占14446例。这个统计是疾管署上新的数字。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游泳池关闭3个月，伫昨昏总算对外开放。昨早所有民众赶紧去受水，游泳队的学生囡仔嘛当开始训练啊。也毋过受煞了后，一起来就要需要甲喙暗挂起来，而且敢若会使拭干换衫，袂使洗身躯。有民众感觉安尼真无方便。立即防疫游泳池开放受水的第一天，有民众早起就来报道。已经多久了？快3个月了嘛。防疫要3个月，真侪人真享受伫水中的感觉。游泳池的水道其实人无侪，救生员嘛定时咧消毒。业者表示，目前敢若开放大游泳池，室内人数嘛限制伫50人以下，伫门口就有牌仔显示人流。我们可能会明确一点的把可能快泳水道、慢泳水道人数区隔出来，然后让他们不要同时太多人在水里面这样子。下水前就是一定先戴口罩，然后上岸前马上戴起来，然后就是口罩就是用夹链袋把它先包好，这样不会怕啦，哎，只是不洗澡真的很麻烦。可是你说他开放洗澡，我也会怕。洗身躯间敢若会当换衫，袂当洗。岸边冲洗的水道头嘛用锁仔绑起来。业者表示，因为惊大家挖收紧。蒸汽房等等嘛继续封，会阁看中央的政策。虽然双北开放游泳池，不过也是有民众感觉无安全。有家庭科医师表示，水池内的水有杀菌的功能，民众只要莫伫水道内挖收紧，岸边嘛莫开港，应该是无大规模的感染风险。但是上重要是受了后一定要挂喙暗。记者陈阿文刘水台北报道。台北市嘛宣布，幼儿园对昨开始会当收学生囡仔收到9成，去到地囡仔一定爱挂嘴暗磅体温，而且每一个囡仔上无爱顾2.25平方公尺的活动空间，保持社交距离。国内疫情警戒维持2级，台北市的幼儿园为7月27开放5成学生上课，8月70开始学生人数提升到9成。北市府表示，以1.5公尺的社交距离来算出每一个囡仔至少要有2.25平方公尺的活动空间。在室内活动，除了刚刚提到的2.25平方公尺的一个空间以外呢，孩子在里面的用餐也都必须，还有他们的活动都要有一个室内的一个防疫隔板。虽然迄个2礼拜吼，毋过囡仔嘛是足欢喜要来，毋过可能算迄2回吼，2回算今仔日算第一天。所以小可哭啦，毋过我感觉家长嘛足放心的，互阮老师接入来。幼儿园表示，今年因为疫情关系，学生的流动率悬，也袂少囡仔请假，但有家长认为，爱互囡仔学习如何保护家己。我觉得那还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吧，因为以后还是要跟病毒共存啊。那就是让他去学校去学习，然后怎么样去跟其他小朋友，或者是在怎么样那样子的环境下面去适应。北市府也表示，1礼拜会安排3间至5间的幼儿园进行公安检查，
重点除了人数的管制，基本的挂水暗、量体温等等的防疫措施嘛，一定要遵守。这段时间嘛，全面禁止民众参家长入去学校。记者杨淑静、谢桂林台北报道。对去年开始，台北市政府甲饭店合作，提供警消医护人员会使报公校去大旅馆，互第一线人员毋免烦恼讲转去厝里的卫护处内底人。也毋过台北市的联合病工会是表讲，从7月份开始，风声讲钱用到要打底啊，所以即马申请的条件变甲真严格，因感觉无合理。煞开门，真侪房间甲碰床，因为警消医护人员有带登记的需求，甲一般的客房相比，业者阁准备较侪糞扫桶甲滚水。台北市为去年开始，甲侪饭店合作警消医护加油站，提供警消医护人员免费带房，互因免烦恼厝内的人会因为家己的工课有感染的风险。不过，这项措施7月开始煞有变化。联合医院却自行限缩了资格。变成只有当日照护疑似确诊病患或是有采检工作的人，你才可以住。像门诊或者是一般病房，都被医院视为绿区。绿区就是医院认为的安全区域，没有住警消医护加油站的需求的区域。但实际上，北市联医每一个院区都有发生过院内感染，都有发生过群聚的状况。那我们员工随时就是处在一个最危险的状况。工会讲，病院安尼做是因为灾害准备金要用了啊。工会认为，联合病院钱无够，应该向台北市政府讨，不是甲带房的资格变严格。市府必须要给足够的经费，市府既然敢喊出政策，就要给足够的经费。第二个，北市联医维持原有的资格，不要主动去做限缩。有关于警消医护加油站入住的资格，都是让照顾确诊、疑似确诊跟协助采检的同仁来入住，从109年到现在都没有限缩过。那我们现在也只是让这样子的情况维持，继续在执行。联合病院讲，为去年到即马已经向市政府申请4摆的灾害准备金，总共2600万。过去因为疫情较紧张，有小可放零资格，即马只是甲资格改转来，未来会看员工的需求，随时调整，避免浪费资源。记者郭北东、郑派文台北报道。新闻消息来关心，咱台湾7月份的出口额是超过379亿美金，这是有史以来过一季节上好的表现。这出口品大部分拢是资通性的产品，销去日本、美国甲澳洲。全球景气豆豆回温，加上国际原物料继续要比较较悬，台湾今年7月份出口的表现是有史以来过一个月上介好的，来到379.5亿美金，比顶年同个月加34.7%，而且这已经是连续13个月正成长。在亚洲4小龙里面，我们的持续周期只比香港短。而且我们对11个主要货类不管是传产货类或是科技产品，上涨的幅度都蛮大的。经济部表示，不管是高端商机，或者是科技的创新甲应用的效益，拢有助赞。也那5大出口的市场，除了中国和香港，出口去东协、美国、澳洲甲日本的表现也创新高，以澳洲成长64%上介好。这个美中的这个贸易跟经济的争端，会不会影响到供应链的重组跟整个全球创新的时程？所以所谓的红色跟非红色供应链的切割哈，那台湾现在是好处是我们是左右逢源，将来会不会台湾从左右逢源变成左右为难？除了美中贸易战，专家也提醒，台湾就要赶紧增加对美国企业的投资，甲美国创业投资的人才、资金、技术，也阁有商业模式，早倒转来，才通拼过东南亚甲中国，保持高度的竞争力。记者阿敏晶、林小凯台北报道。台北板甲龙山寺是固定古迹，之前有建商想要伫龙山寺好平的后壁起一栋30层楼仔悬的楼仔厝，不过即摆有专家是出来呼吁讲，本地伫龙山寺看过会当看到天，有楼天，不过若是起大楼，安尼就会破坏景观。为空翕机的角度看，伫台北龙山寺后壁的一栋12层楼的建筑物，看起来甲龙山寺是天差地。
因过这个建案，北方质疑讲会破坏龙山寺的天际线。经过协调了后，外口寺的壁改做白色的，为看起对龙山寺视觉的干扰会较少。不过，即马所圈子有建商，按算伫咧龙山寺正手边的后壁，要起一栋31楼高的大楼，真侪民众感觉是真无妥当。维持这样子可能更好，你盖太大、太多的那种楼房很拥挤，然后感觉跟这个建筑没能搭在一起。龙山寺属于固定的古迹，搁伫咧市中心，建商想要伫咧正手边的后壁起大楼，庙方建议莫起遐尔悬，避免对在地文化造成影响。中华民国都市设计学会理事长杨有章讲，这个建案形体看毋过真薄板，31楼悬的大楼，卖似是一支刀仔踩向龙山寺，若会破坏龙山寺的天际线，规个看起是互人感觉真无舒适。好像刀板一样那样子的一个相处关系。目前我所看到的一些它的外观的颜色需要应该要再做考量。现在依照现在万华地区，它其实基本容积都非常高，而且它有碰到都更的问题，所以这个是要全面去考量。台北市府回应讲，爱兼顾都市景观甲开发的权利，目前等文化部文资局做文资审议，才会到市府都市设计审议的阶段。杨有章表示，会找专家学者讨论安怎推动古迹保存的计划，和都市开发会当有参考的规范，卖当甲古迹优先共存。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政府是打算要伫莲池潭边仔的左营国中的旧校地，甲变作商业区。不过，即嘛同款引起在地团体不满，认为老厝若起伤悬会破坏景观。位管的所在翕莲池潭，除了观光地标龙虎塔，4个位拢是斜立顶。高雄市政府打算公办途径开发这个地区的东南边，也是旧左营国中用地，和40外国民团体真不满发起联署，查查早起组织伫高雄市议会递交陈情书，呼吁唔通将自然景观变作阿毛头古塔，破坏龙虎塔的天际线。以这样的一个高雄市观光第2名的一个重要景点。你在那边盖了高楼之后，你龙虎塔的背景其实以后会非常的丑，就有很多大楼起来。那湖岸这样子其实都会变得视线景观都造成一个很大的冲击。那包含说那边的绿地以后变水泥。民团指出，这块区域目前有20丛珍贵老树、50年历史的儿童之家、180年的水准人文景观，无应该改变做商业区，烦恼会像风开发了后的大庇湖，景观甲生态拢破坏。也强调，莲池潭是高雄重要的观光资产，当年会当创造9千亿的观光产值。对国民团体诉求，高雄市府回应表示，开发强度会维持原有的容积率300%。在之前变更为观光发展专项特定区之后，也经过几次招商，但是都没有招商成功，所以才做一个都市计划的变更，把它变更为商业区。我们会优先来考量整体的景观，还有天际线的维护，就是容积率300%的部分也是会维持。都发局指出，会兼顾观光发展，而后小洲商开发的时阵，透过都市设计审议严格监督。市长陈其迈也答应会保留绿地甲树仔，关系各甲民间团体协商。记者综合报道。这座殿是西港挂乡上界特别的夜店，上早是对台南南海部这个所在开始发展的。即马南海社区嘛有举办水族店结合歌戏的创新课程，而且嘛有加入防灾的知识，希望传承文化，兼顾防灾的观念。台南的西港挂乡是经过国家认证的重要民俗文化，活动中上好看的就是多元的艺店，其中上稀罕的水族店配合着北管乐出阵，会当讲是文武双全。为着保存珍贵的顶头文化，台南西港的南海社区除了设立文物馆，也聘请王秀女老师将水族店和歌戏两个上有代表性的传统表演艺术结合创新。我挑了大概有3、4个正头的内容，然后将歌仔戏的元素融合进来。那因为正头它本身它是没有唱歌的，那歌仔戏是有，所以我就将歌仔戏的身段及唱腔融合在这个水族镇里面。除了创新推出西港特有的水族店歌戏课程，区长也希望会当伫戏剧当中加入防灾的相关内容，5路也兼顾教育宣导，
顺续也将防灾观念带入社区。嘛希望借着讲用歌仔戏，用不一样的宣导啦，让咱的民众来更深一层的认识咱防灾啦，因为这防灾这风台对咱来讲是咱台湾啊，咱台南的具足重要一个课题啦，台南西港的南海社区将在个唯一的水族顶头加入歌戏的元素，唔但要保留传统，也求创新，佮加上防灾必了的知识，丰富的课程内容，互学员拢有饱甜的吸收。记者综合报道。过几天啊，新娘妈生传统会替囡仔做16当大人，查甫是出招武功，查某是出保者，代表囡仔大汉啊。也毋过即马受疫情影响，台南市政府是鼓励民众会当踮厝内替囡仔做16，也佮有翕影片教民众安怎做。今麦来做十六岁，感谢亲娘妈保庇，较早无欢喜的，以后拢甲放袂记。两个少年人用台语hip hop 唱出当大人的心情。做16岁是台南人的传统，不过若是要踮厝内做，其实对老师来到市区这间饼店，唔但有红菇粿、各种糕啊、甜豆，做16岁上重要的山珍海味、甲绿色菜碗，这拢唔通买。因为这两碗是7个嘛，所以咱来讲。要简单，款1分钟，我山珍海味，菜碗一固定，来红菇粿啊！我你若这油饭肉烧歹办，你咪再用一碗代表了。台南市县总署逐档拢有做16岁活动，若是想要简单办，时常兴工、甘蔗、照不停，无准备无要紧，对门口拜天嘛会使。做16岁，古早其实拢是厝里家己做的，所以咱特别到。邀请咱一个欧导演用台语的一个嘻哈的音乐来带因宣导讲，这做16岁的意义是啥？今年拄着疫情，台南真侪庙寺取消初7拜谢亲娘妈的活动，文化局推出这支影片，希望规家伙仔踮厝内谢天庆祝新年，同款会当互囡仔一个心中的回忆。记者陈家文为做台南报道。在镜头来国外来看，伫全世界有8成的垃圾水拢是无处理，就直接排入大海。新加坡这个国家因为下细细啊，嘛无天然资源，因早就发展垃圾水的处理厂。目前伫新加坡，因的用水有4成拢是回收再利用。画面上看到是新加坡的雾落新鲜水厂，除了地面这个大型的潜水槽以外，部分设施拢藏伫地下。有一寡有25层楼悬，雾水下水道处理管线有48公里长，内底敢若煤浆同款，有钢管、水管、水槽、过滤系统，也甲各种机械，一工会当处理9亿公升的垃圾水，有够满足一座奥运专用的游泳池一年24点钟用水。土地细、天然资源欠缺的新加坡，用这侪钱来发展污水处理技术，定定是世界其他国家模仿的对象。目前回收的新鲜水占全国用水的40%，2060年要阁提升到55%。虽然大部分拢是用伫工业的用途，其中有一寡原来互加入于全国570万人的日常饮用水。At the new water factories, it has 3 main treatment processes. One is microfiltrations and nanofiltrations, where the water will pass through the membrane filtrations and remove basically the microscopic particles and bacteria. Then it continues to be treated by reverse osmosis process, where we make use of semi-permeable membranes to remove contaminants like virus. And the third step is the ultraviolet disinfection system, which is the added various safety measures to ensure the water quality of our new water. 新加坡当地扩大伊的回收系统，预定2025年要完成一条地下泵坑加大型的再生水厂，专门提供岛上西半部地区使用，总经费达到74亿美金。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再回来看温度，今仔日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3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2度；外岛的温度是26度至32度。
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祖，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